台中大甲镇南宫厝顶的这个玻璃展览已经真破旧，特别邀请到国宝级的大师来精修。 大家镇南宫香客有够济，用过打头就是看本来庙体建筑，即摆已经变成彩色的布棚啊，下骹佫红色的铁架啊。因为庙顶整面雕塑甲厝遐已经遮侪年无修理啊，庙方考虑到安全的问题，决定要精修。最重要是安全的问题。那假如说有一天打下来，你知道镇南宫的信徒有这么多，那假如是伤到人就不好了。 庙方表示讲，因为早期的展览作品大部分是用玻璃做的，虽然水，也不无耐用，时间一个久，较好歹去。顶柜嘛，捌得几啊摆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因为安尼，庙方特别邀请较早捌负责展览制作的国宝级的大师陈三会，重新为镇南宫精修。爱当互陈三会这个国宝级来做，这非常真有意义。 庙方嘛表示讲，初步估计正式工程尚无爱3年时间，希望讲因赶伫大甲妈50年一摆大寿前完工。因为庙顶修理工程要开真侪钱，所以讲目前嘛开放民众入馆，希望工程会使早日天的完成。